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8月3号，我们要分享的是告别演说。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12章1到7节。我们先来看今天 RPG 的金句：要有敬畏基督的心，以他为主。有人要求你们解释心里的盼望，要随时准备答辩，可是要以谦恭温和的态度回答，要有清白的良心，让那些侮辱你们、对你们作为基督徒所表现的好品性妄加毁谤的人，自己觉得羞愧。彼得前书3章15到16节。告别演说是美国总统的传统，始于首任乔治华盛顿。1796年9月19日，他在报章《美国日报》他发表了名为乔治华盛顿就其卸任美国总统一事给美国人民的讲话的公开信。他宣布放弃连任，解释为何要退位让贤，便基于国民要团结、爱国及中立。其后这篇文章被称为告别演说，开创了告别演说的先河，也被奉为告别演说的经典。最近我们看到英国首相强生因为派对门等等的争议，遭党内逼宫，日前宣布将辞去首相职务，并暂待至新任首相选出。由于英国国会下议院他将于21号起休会，就是在7月21号起休会。因此呢，20日是强生在下次开议前选出新首相前的最后一次发言。他向未来的继任者喊话，要亲近美国，支持乌克兰，支持各地的民主。最后下台，他还用西班牙文向众人道别：再见了，宝贝。撒母耳的一生是处于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候。在他的服事的过程当中，因为神许可约柜被掳，以及扫罗王的堕落，都是发生在他那一时代。同时他又成为结束士师时代并带进君王时代的移转人物。转眼之间，撒母耳已年老发白，很快就要淡出以色列人的历史舞台。所以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可说是他的告别演说。在他的临别赠言里面，我们看见他无愧的良心侍奉。撒母耳说完了这一段话以后，他就从以色列领袖的地位上退下来。从此以后，以色列是在君王的治理之下。在撒母耳这段对以色列百姓讲的话里面，大概有4个主题。那今天的经文谈到有2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从第1章的第1节到第5节，撒母耳让以色列人知道他在上帝的面前是忠心服侍的。那第2个主题呢，是从第6到第11节，他让以色列的百姓要知道耶和华是信实可靠的真神。我在这里，
他再次讲到我在这里。童子撒母耳他听到有人在呼唤他，他以为是以利，所以他说我在这里。但是我们看到当以利教导他完之后，他说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我在这里说到他对上帝呼召的忠心。他要求以色列百姓在上帝和新王的面前作证，来，你们证实我在担任士师期间并没有做什么违背良心的事。虽然他们因着他们撒母耳所立的儿子他们的品性品格不好，所以撒母耳在这边他就好像有一种启示我在上帝的面前是忠心服侍的。你知道启示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每一个世代许多政治人物一面在偶像的面前斩鸡头以表示清白，但暗地里还是从事一些不好的勾当。不过呢，对撒母耳和以色列百姓而言这个启示是非常严肃的事，是不能造次的，不能随便说说。撒母耳他一生活得清廉，对得起全国百姓。虽然他可以利用他的地位来掌权获利，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更难的是，他从年幼到年老，他始终如一，没有因为时间的改变、环境的改变而他有所改变。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为他做见证。我们知道在士师的时代，人都任意而行，但他竟然可以出淤泥而不染，位居高位，以身作则。因此撒母耳的这番告白足以令我们肃然起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那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撒母耳一样，在我们侍奉的岗位上，我们可以宣告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其他弟兄姐妹来证实说我们是在神面前是忠心的，毫无亏欠的呢？撒母耳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蒙上帝大恩的，从摩西的时代一直到现在，这位上帝是信实的神，他的恩典都没有停止过，他也使他们能够安然居住。每当以色列百姓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呼求，上帝就为他们预备一位领袖来拯救他们。我们人好像都是很健忘，很需要时时被提醒。撒母耳把握最后服侍的机会，提醒他们要信靠顺服神，就能够脱离敌人的手。当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会使他们安然居住。愿上帝透过撒母耳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可不可以在神的面前忠心服侍，一生服侍他。我们来默想从撒母耳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哪一些领袖的特质，可以成为你我在各样服侍，在小组长职的服侍，或是各样的服侍当中，成为我们的榜样和激励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信实的神，虽然我们常常任意而行，背离主上帝你的心意，每当我们遇到困境危机，是因着我们悖逆的时候，你总是施恩怜悯我们。今天透过撒母耳忠心的服事，激励了我们能够更敬畏你。
知道要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位忠心良善的仆人。愿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能够敬畏你的动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